差不多到位啊呢。啊，但是买入去的时阵，咱是不是有什么代志要注意？量什么量平入量出货啊。入量出货，好名存嘛。好势糖咱到位啊！阿伯，安怎没有？啊，先是点样啊？哦，是红香哦，好。对啊，你感觉你安尼拜拜了，你感觉这个所在什么款？然后这地场袂歹啊，真水啊。地场。啊，了它种暗刷拢真水啊。哦，一般咱讲。文笔酸拢有。哦，文笔酸、暗山、文笔酸，你一般咱你讲庙的迄个所在叫地场，所以你讲这个是暗山。啊，它种暗刷水啊，龙头。两边个牙悬起来，两边牙悬是啥物意思？两牙头较水啊，较会出高人。伊对谁有哪不一样来？暗山这大楼，还是尾啊人叫因去做的，还是具体？我伊这个是落位个开放。对，起厝的啊。开放的。还是调起的。哦，你是讲迄大楼起起来，甲这嘛有关系哦？有啊。是安怎讲？安怎讲？哎呀，伊暗山的头前个裁文笔，甲咧像你一条刀啊头前个裁笔记。哦。这是阮主讲伊的，大概伊安排的啦，应该是他安排的。我这边，可是香火真鼎盛啦，吼，真旺盛啊！啊，咱的信条，满天下全台湾真有名的一个啊，关帝本的这个庙啊咧吼，历史将近差不多120年啦吼。100几年。那么这土地呢，较早毋是圣地庙，不是啥物，是一个私人。去供奉的一个祠堂，啊，这虽然的庙呢，开始供应的时候，伊就去教化咱大家一寡百姓吼，这个忠孝节义，到尾啊呢，信徒愈来愈多，愈来愈多了，私人的庙用就无够用，发起用一个啥利益吼，就发起讲咱这信徒吼，是不是大家的关系，再来找到这。哦，这找来家就对啊，本地就是在家，他在家，他在底下人的厝内。哦，啊，佫有恁这边的人讲，国家号别的名是安怎？阮大家人，差不多大家拢是叫伊圣帝国。啊，阮这间庙正名就普济堂，其实阮大家拢唔知普济堂是何在圣帝国，平常拢讲圣帝庙。哦，所以普济堂的名吼，较电脑较少人去讲。但是咱嘛有讲武财神啊。对，阮根本这是较无讲话，但是大家拢知影圣帝公哦，关圣帝君，较早做生意人的牺牲的，所以伊是会晓记晓。较早在建金的时候，都记晓哦。对。他要拿关刀，还要回来记账啊！杀了我，今天回来我杀了几个。无，我是讲较早英雄的时阵啊，文武全才。对，不是啊，我听人讲，这边是算北部的要紧上厉害的、上济，啊，佫什么社头文化迄啥？每年的农历吼，6月24吼，是咱这个关圣帝君的圣诞天。因为咱早期经费真少吼，所以讲庆典的时候咱地方的人吼，头拄仔你讲的讲是安怎有社头的文化，就是各行各业的，比如讲做生意的吼，一定去做一个社头，挖炭矿嘛去做嘛去做。你讲社头是顶头了，对啦。我讲社头，但是社头一个社头上少爱包含5种的这个顶头，你要有大仙新桥梁。还有北管啦，这个收音啦，这个，所以这种一定做起来，大家各行各业做起来了后，来个圣帝公这个庆祝圣诞，社头甲社头之中呢，大家拢会拼面子，拼面啊，所以直接就一早就接出来。你讲有算讲即马有几个顶头？咱目前即马甲咱1年以前。当中30年的社头，30年社头，一个社头5个，那个称呼，160，对，本来是要对一工，即摆2工。
哦，安尼这规个拢做老咧，这个鸡啊，敢若过年。你讲过年，这就是阮台北人所讲的第二过年。老的利息。哦，所以大这一年过两个过年。嘿，真老的。真特别的就是民国68年哦，咱的蒋经国总统哦，嘿，伊在这参观的时候，伊就看讲，你这是奉祀这个关圣帝君的，讲又想到伊妈妈去大陆的时候，伊妈妈嘛一尊关圣帝君啦，同治的吼，尾来看完了，我们送互阮。今麦刚有一只吗？今麦就伫我内底正殿。啊是哦，正殿的帝君是。无人知民国68年。无人知你今麦讲出来，大家拢知影哦，不要紧哦，不要紧哦。是你收起来咧，你甲收藏吗？还是讲定拜咧红？定点两百，有咧红拜啊。等下你我传来看。好。会使吗？会使看吗？会使。好，请，我传来看。行，来。哇，很难得啊。进去。这当初蒋总统，哦，就是这尊。对。啊，为什么摆在内底？这就是阮平常吼，咱信众这个平安的，我们一定要经过咱地方加持，哦，所以即马蒋总统的帝君就是定殿的，那个青铜，那个青铜的材质是属于青铜，最庄严的呢。就好报的啦，多谢呢，谢谢。哦，今日这欢喜，迄一张相，好不好？留做纪念。来，好嘞，1、2、3。